第9日30年嚟嘅禱告，2000年。成就的是耶和華，造作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華。耶和華是他的名。係30天為穆斯林禱告運動，能夠持續30個年頭，並且越嚟越壯大，係主恩典嘅扶持。我哋讚美你，你係嗰位創始又成全嘅神。藉着你子民不分彼此，同心合意咁為牧民祈求，你行咗又大又奇妙嘅事，榮耀全歸於你。阿爸天父，你愛穆斯林，甚至將你自己獨生嘅兒子耶穌基督賜俾佢哋，叫一切信基督嘅穆斯林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這是我們誠心所願。今日我哋一同為嗰啲喺牧民當中致力建立和睦事工嘅基督徒禱告，求主堅立佢哋手所作嘅工，叫人與神和好嘅真理不單藉住佢哋嘅口而出，更係活出使人和睦嘅生命，彼此相愛，互相包容，不計算人嘅惡，天國就實實在在咁彰顯出嚟，滿有恩典和真理。哈利路亞，係啊！主嘅名被高舉，就要吸引人嚟到歸向你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，阿門。